好，大家好，我係方 Sir，今日教大家最後一題啦，就係2嘅 2x 次方加2嘅3次方等於3乘以 2x 加1次方。咁呢一題咧，2嘅 2x 次方可以加成 2x 再括住嘅2次方啊。點解咧？因為本身就係個次方咧，只要乘次方就會變成咧個次方裏邊係擺埋一齊啦，就係咁，係啦。2嘅3次方等於8啦，所以係加8，所以我哋簡化成 2x 嘅括號2次方加8等於3乘以 2x 次方乘2。同樣啦，因為加1啊嘛，所以就係等於乘以2嘅次方咯，係啊。次 u 等於2嘅 x 次方啦，就冇咁難啦，成個題目。咁就係 u 嘅2次方加8等於 6u， 係 u 嘅2次方減 6u 加8等於0啦。變翻一般式，然後計到 u 等於2同埋4，然後代翻2嘅 x 次方嗰邊啦。當2嘅 x 次方等於2嘅話咧 x 等於1啦，因為2嘅1次方係2啊嘛。2嘅 x 次方等於4嘅話咧 x 係等於2，因為2嘅2次方係4。好，咁就教大家到呢度，拜拜。